伊甸园时期，当时还是天使的克如利，又为什么要引诱亚当和夏娃偷吃苹果呢？只是单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吗？还是他对上帝的意图和规定产生了质疑？不过，自从亚当夏娃违背旨意的那一刻起，他们便开启了分辨善恶的智识，这也意味着他们拥有了自主思考和选择的权利。随后，亚当带着夏娃逃出了伊甸园。原来，在现场的不止克如利一个天使，还有同样是天使的拉斐尔，身着白衣彰显出他与克如利的立场不同。虽然拉斐尔不赞同克如利的做法，但他却没有出手阻止，甚至还把上帝赠予他的火焰剑送给人类防身。两人对待事物的处理方式，注定他们要走向天堂与地狱的两条路。可刚逃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就用火焰剑杀死了无辜的野兽。这下拉斐尔也不知道是喜还是忧了。If I did the good thing and you did the bad one. No. Wouldn't be funny at all. 其实他们对人类的态度较为复杂，既不完全认同天堂和地狱的立场，也不完全站在人类的这一边。为了掩盖真相，拉斐尔准备在上帝派对结束前修复好人类逃走的那个破洞。哪曾想上帝酒量不行，竟提前回来了。作为惩罚，拉斐尔被贬入人间历练，彼此再次遇见已是公元前3004年。只不过此时的克如利早已成了堕落天使。上帝看到人类的罪恶越来越多，决定用洪水毁灭人类。克如利看着连小孩都不放过，觉得上帝更加残忍。Kids, you can't kill kids. Well, that's more the kind of thing you'd expect my lot to do. 但诺亚一家建造了一艘方舟，准备带上雌雄动物，保留最后的希望。期间，独角兽与大部队走散，没进入方舟，这可能就是独角兽为什么被灭绝的原因吧。时间一晃来到公元33年，自称上帝之子的耶稣遭到门徒犹大的出卖，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而克如利觉得自己名字中的如像是在脚下蠕动的意思，于是他正式改名为克劳利。之后的日子里，他们频繁相遇。时间一长，他们竟发现了上帝的管理漏洞。天使赋予人类希望，疯狂吸粉；相反，恶魔散播怨恨，激发人们的贪婪欲望。他们平时的业绩指标几乎是对等，如果两人躺平，是不是也可以拿到满勤奖？凭借这样，他们在人间晃悠了好多年，不知不觉中，他们竟在天堂和地狱的眼皮子底下炒起了 CP。1793年，拉斐尔被抓进大牢，遭到看守嘲笑。克劳利没有袖手旁观，而是选择及时出手。其实拉斐尔完全可以靠自己应付一切，但为了剧情需要，展现两人之间深厚的友谊，天使拉斐尔也学会了卖萌撒娇。Let me tempt you to a spot of lunch. Temptation accomplished. 本以为能一直这么快乐地混下去，哪曾想地狱即将派发的绝密任务打破了那份宁静。地狱使者从土里缓慢浮出地面，他们命克劳利将撒旦之子投放地球。等撒旦之子11岁生日时，天堂与地狱就会开战，末日也必定会降临。迫于撒旦的威严，克劳利只能照做。此时修道院也已经计划好如何把外交官将要出生的孩子换成撒旦之子，而克劳利也如约赶到了修道院。他不情愿地将篮子递给修女就离开了。Do you think he'll remember me when he grows up? Pray that he doesn't. 今夜必定是个不平凡的夜晚。当一切结束以后，地狱使者哈斯塔杀了个回马枪，赶到了修道院。院长一心向往地狱，认为是下面要提前封他个一官半职的，没想到却给自己乃至整个修道院带来灭顶之灾，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历经了上千年，克劳利早已经习惯了地球上的生活，于是他找到拉斐尔寻求帮助。起初拉斐尔并不同意，因为他不想再次违背上帝的意愿。最后两人商量出了绝妙的对策，便是还想以前一样正反两方对抗。恶魔克劳利应聘外交官家的保姆，天使拉斐尔直接化妆成憨厚的园丁。睡前克劳利会给撒旦之子唱腹黑儿歌，灌输邪恶思想，而白天拉斐尔就会给撒旦之子传达光明的正能量。两人还不忘定期向彼此的领导汇报进展。就这样，他们又浑浑噩噩地做了11年的不用功。眼看孩子的11岁生日就要到了，地狱会放出地狱恶犬找到撒旦之子，到时只要孩子能为狗子命名，他就可以获得地狱毁天灭地的全部力量。同时天启4骑士也会归位，协助撒旦之子毁灭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北非的无主之地，战地记者走入军营，原本准备和谈的叛军突然剑拔弩张，殊不知等待他们的噩梦才刚刚开始。快递老哥将地址不详的包裹送到记者手中，想必这家快递公司的老板是个画饼高手吧。而邮寄的物品是一柄岩剑，它就是当年天使拉斐尔赠予亚当夏娃的那柄剑。随着记者拔出岩剑，停息的纷争再次被打响，而它就是天启4骑士之一的战争。但凡是他出没的地方，就会秩序混乱，硝烟永无止境，给人们留下长期的心理阴影和创
窗上。接下来，快递员赶到爱荷华州的餐厅，虽然周围荒无人烟，但餐厅却食客不断，甚至售卖的食物也是垃圾中的垃圾。长期食用会导致地中海和肾衰竭。他就是潜藏起来的天启4骑士之一饥荒，难怪会有这么多傻子不远万里赶来。而他的包裹是一杆古老的天平，暗示着在资源匮乏时期对食物的斤斤计较。快递员的下一站是一条河，一条被人类亲手玷污的河。坐在这里的白发女人并不是环保大使，却是在欣赏眼前的绚丽美景。她就是顶替瘟疫的天启4骑士之一污染，而她的快递物品是一顶水晶王冠，象征着对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健康的威胁。回到车上，快递员打开了最后一个收件地址，看到地址的那一刻，他面露凝重，给自己的妻子留下了一句话。随后他空手下车，险些被高速的大货车撞倒。就在他庆幸的同时，竟看到自己的尸体躺在血泊中。原来4骑士的最后一位是死亡，由于死亡代表着无处不在的永恒，所以他的快递没有物品，只有一句无关紧要的口信 Come and see. Finally! What does it mean, sir? It's a call to action. 这些骑士的象征意义反映了对当下地球环境的讽刺，也暗示我们将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危机。原来集结他们的目的是协助撒旦之子为地狱打响毁灭地球的第一枪。其实守株待兔的还有天使拉斐尔和恶魔克劳利，他们准备在恶魔之子的11岁生日宴上阻止他与地狱恶犬见面，从而切断地狱之子得到力量被唤醒。眼看时间已到，却连地狱恶犬的毛都没看着。于是克劳利通过电台向地狱确认，得到的消息是恶犬早已就位。为了应付差事，克劳利只能强装镇定地说一切尽在掌握中。 No dog. No dog. Wrong boy. Wrong boy. 正如他们说的那样，撒旦之子另有其人。丛林中，恶犬与真的撒旦之子偶遇。临近时，恶犬听到主人的愿望，他想要一只温顺的小狗。下一秒，它果真就变成呆萌的小狗。看来主人心灵纯洁，的确可以引导宠物向善。作为当年亲手投放婴儿的克劳利，觉得撒旦之子被调包的原因出在修道院。不过如今的修道院已经成真人 CS 基地，并且还给了他们一个惊吓。克劳利瞬间变形，吓得玩家当场晕厥。之后，他还贴心地为拉斐尔吹去身上的油漆。四目相对的眼神让我相信了他们的关系。作为惩罚，克劳利将其余玩家的气枪都变成了真家伙，甚至还煽动他们誓死激战的情绪，却遭到拉斐尔的极力反对。看到对方是认真的，克劳利马上保证，即便是真枪，也不会有一人死去。其实他骨子里还是善良的。Shut it! I'm a demon. I'm not nice. I'm never nice. Nice is a four-letter word. I will not. Excuse me, gentlemen. 争吵声吸引来的人，恰好是当年从克劳利手中接过婴儿的修女。没错，当年还有一位孕妇在修道院生产，只不过修道院经历一场大火，档案早已成了灰烬。得知末日之战无法阻止，克劳利恳求好友能与他一同逃离地球，随便什么星球都可以。 How long have we been friends? 6,000 years. Friends, we're not friends. We are an angel and a demon. We're on our side. There is no our side, Crowley. Not anymore. It's over. 就这样，6000年的友谊第一次出现了裂痕。即便是这样，拉斐尔也从来没想过放弃人类。他觉得自己背后的天堂也是这么想。随后，他找到上级加百列，希望他可以保住地球以及人类，但换来的却是冷漠的嘲讽。其实，地狱早就向天堂发起了战书，如今他们只关心这场战役谁会是最后的赢家，因为只有获胜的一方才有权利塑造下一个全新的世界。拉斐尔的反战观点也让他身陷囹圄。天使米迦勒举报他私下与恶魔合作，这也成为了他吃里扒外的罪名。屡屡受挫，让拉斐尔明白了一个道理：无论自诩人善的天堂，还是恶名昭著的地狱，自始至终都把人间视为可有可无的玩物。此刻他彻底绝望了。不过眼下连他自己都还不知道，他之前偶然得到的一本预言笔记，记载着有关世界末日的所有信息提示，完全可以阻止毁灭爆发。倘若想要追溯这本书的起源，那就必须要从公元1656年说起。村长召集村民临时成立了猎巫团，势必要弄死能未卜先知的女巫。但女巫不仅猜到了他们的来意，甚至早已预料到他们会用出什么刑罚，无所畏惧的表现反倒让民众有些胆怯。转眼间，他自己走上了行刑台。原来他们准备活活烧死女巫，可在点火后的一刹那，村长才发现木材里藏着大量炸药。既然女巫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死，必然会带走这些站脚助威的刽子手。不过在她死前，给女儿留下了一本预言笔记，其中一条明确标注：1980年12月，一颗苹果崛起，但无人能吃，将所有资金都投给乔布斯。虽然女儿现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她的后人的确通过笔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350年过去了，笔记已经传到女巫的曾孙女这一代。如今安娜能将笔记倒背如流，另外一个与她有关的人却活得差强人意，那就是村长的曾孙子。别看牛顿这个名
名字起得很睿智，可他却是祖传的倒霉体质，那是干一样毁掉一个行业的存在。长大之后，本以为应聘与世无争的文员就会没事，哪曾想第一天上班便引起电脑瘫痪，乃至整个公司停电。Sorry,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computers. 就这样，他再一次丢了工作。即使早已习惯，但他内心还是有着不小的挫败感。在亲戚的口中得知祖先的陈年旧事，其实当年爆炸后，猎巫团并没有消失。牛顿的舅舅一直相信，世间一切的灵异事件都是有原因的，但不管是好运还是厄运，都持续不了多久。因为笔记上有预言，2天后尘世间的撒旦之子将觉醒神力，到时他会率领天启4骑士毁灭人类。为了阻止悲剧，安娜赶到塔德菲尔德小镇，利用超能力查看所有人的能量场，却没有丝毫进展。他觉得夜晚找到恶魔之子的几率大一些，便开始在树林里骑车狂奔。毫无疑问，他被汽车给撞飞了。 You hit someone. I didn't. Someone hit me. 而此时，克劳利与拉斐尔还没有绝交。天使拉斐尔运用神力救了安娜，并好心送她回家。殊不知，这一撞大大提升了拯救世界的希望。安娜竟把预言书落在了车上。之后，6000年的友谊出现了裂痕。失落的拉斐尔才意识到预言书的绝妙。预言书竟预测到他会看到笔记，甚至连一旁凉透的咖啡都能了然。于是，拉斐尔用了1晚上的时间，竟真的找到撒旦之子寄养在凡间的地址。从这里可以看出，拉斐尔要比安娜更能看懂预言笔记。 Sorry, right number. 丢失笔记的安娜变得暴怒，恰好让路过的亚当看到。由于年龄吻合，安娜也查看了他的能量场，结果对方竟半点光环都没有体现，命中注定安娜会与之擦肩而过。其实亚当就是他要找的撒旦之子，他的能量场已经笼罩着他所在的整片陆地。得到准确地址的拉斐尔将书店暂停营业，在法阵上点好蜡烛，试图越过加百列，直接与上帝代言人汇报，可得到的答案依旧相同。他们高高在上，视人类如蝼蚁，他们只在乎地球的管理权最终归谁。不过这一幕恰好被牛顿的舅舅偷看到，急于证明自己的维尔闯进书店，不由分说的就把拉斐尔当成了妖魔，也算是大才得以施展吧。天使不想伤及无辜，便逐渐向后退去，结果他不小心踏入了与上帝对话的法阵。当场肉身被化为灰烬，而灵魂被强行收回天堂。看到这些，维尔还真认为是自己的法术起了作用。开门离开的风雨吹倒了烛台，书店也将像他的肉身一样化为灰烬。当克劳利看到书店起火，以为拉斐尔在火灾中丧生，他的内心充满了悲伤和悔恨。想必克劳利是真的害怕，不想想天使会被火灾烧死吗？但克劳利的危机却即将要来临。哈斯塔不仅知道克劳利弄丢了小少爷，并且还知道克劳利私下与天使举止亲密。痛失好友的恶魔克劳利喝酒买醉，伤心已经让他忘了世界末日的事儿。猛然间，克劳利竟看到了好友的灵魂。Did you go to Alpha Centauri? No, change my mind. I lost my best friend. 原来拉斐尔肉身被毁，灵魂却回到了天堂，而天堂也是一片混乱。他们分发装备，已经放弃了拯救人类。可拉斐尔的初心依旧坚定，即便没有了肉身，他也要回到地球。2个千年好友又站在了同一战线。拉斐尔需要先找个合适的肉身，而克劳利在赶去前还有件重要的事要做。他回到家，打开保险柜，戴上厚厚的胶皮手套，取出保温杯，是上世纪拉斐尔送给他的天堂圣水。这东西是恶魔的克星。地狱发现克劳利与天使密谋合作，特意派哈斯塔来押他回去。可他们刚开门就感受到同为恶魔的顽皮，前面的小恶魔瞬间被化成脓水，而躲过一劫的哈斯塔也被吓成了尖叫鸡。克劳利拿起喷壶威胁对方千万别动，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喷壶会漏水。Time to go, Crowley. You've definitely passed the test. You're ready to start playing with the big boys. 见计谋被识破，克劳利连忙服软。临走前，他希望能给地狱领主通个电话，没想到哈斯塔这个傻子还真信了。克劳利趁对方放松警惕，瞬间把自己电子化穿进了手机的电子信号流。这技术怎么看上去有些眼熟呢？你说你这样弄，让隔壁的蚁人情何以堪呀？哈斯塔也不甘示弱，赶紧电子化跟上。殊不知这反倒中了克劳利的阴谋诡计。刚才克劳利是拨通的房间座机，利用先后顺序的时间差，将哈斯塔电子信号流困在了语音电话里。这可能就是邪恶力量中被诅咒的电话。另外，拉斐尔也找到酷爱通灵的神婆借用肉身，真是冤家路窄。神婆竟是维尔的房东。有过之前的错误经历，维尔再次准备用食指驱魔，但拉斐尔并没有报复他，并说出自己天使的身份，拉拢他一起加入。就这样兵分2路，他们分别赶去撒旦之子的方向。很明显，拉斐尔的小电驴略胜一筹，因为克劳利现在还堵在高速上。当年他为了完成地狱派发的作恶指标，将这里设计
计成1年赌一次，1次赌1年的路段，结果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其实他挖的坑还不止这个。客服小姐姐向克劳利的座机打去电话，恰好给了哈斯塔可乘之机。紧接着，白色茧蛹子从话筒里钻出，1只、2只、3只虫子如潮水般涌出，瞬间把众人吞噬，最后组建成地狱使者哈斯塔。恢复自由，他第一时间出现在克劳利面前。同时，天启4骑士先一步占领了空军基地，甚至放出地狱火挡住克劳利的去路。但凡是亲眼目睹的人都会被瞬间洗脑。为了拯救地球上的人类，克劳利想到了好友拉斐尔，于是他没有犹豫，直接冲进火海。哈斯塔被烈火焚烧的魂飞魄散，彻底凉凉。而克劳利凭借着强大的信念安然无恙，并且意外获得燃烧着火焰的灵魂战车。可还是来晚了一步，亚当已经意外觉醒了恶魔之力。接下来他又会如何利用这股庞大的力量？夜晚，亚当进入梦乡，世界变得让人惊掉下巴。各国的核电厂能源充沛的爆表，他们作死的打开核燃料舱检查，却发现里面的核反应堆凭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竟是一颗糖果。对，这就是亚当床边的普通糖果。而更惊奇的还在后面，100吨重的游轮突然撞上暗礁，一把年纪的船长开始怀疑人生。万年前的古希腊传说，亚特兰蒂斯之城浮出水面，原来他们一直带着潜水帽生活在海底。日本的捕鲸船便遭到深海巨物的袭击，仅仅1天就有5艘船沉没，吓得小日子不敢出门。只可惜他自己浑然不知，弹指终究是包不住火。亚当意外看到了象征撒旦的画像，这一刻某种低吟传进他的耳朵。You coming, Adam? I didn't say you could go. See you after lunch. 如今亚当彻底觉醒了撒旦之子的基因，小伙伴们还心大的回家吃饭。突然看到亚当竟先他们一步出现，此刻他们意识到危机，想要离开。虽然他们思想是独立的，可双腿却不听使唤的跟随着。撒旦之子向大家灌输自己的地狱价值观，觉得如今的人类已经烂到根了，他要让所有核弹爆炸摧毁整个地球，重新开辟出另一个完美的世界。每个小伙伴都将是未来7大洲的统治者，就连他养的狗子也分到了澳大利亚。而撒旦之子却什么地盘也没给自己留，他只希望小伙伴能像以前一样继续陪着他。可他的朋友们却不同意，毕竟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谁也不想错过自己美好的。要是谁得了鼻炎，是不是就没救了？当撒旦之子看到小伙伴掉眼泪时，他又想让大家开心，让大家笑。想必他也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于是他让小伙伴自行选择是去是留。小伙伴们拔腿就跑，连一直跟随他的地狱犬也跟着离开。撒旦之子的怒吼令天地变色。此刻亚当逐渐有了自我意识，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和使命。他意识到自己不必完全遵循撒旦的计划，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选择。清醒后，他向小伙伴道歉，请他们帮自己一起拯救被毁灭的人间。其实这就是孩童们的友谊，绝交容易，和好也很容易。但此时天启4骑士不仅占领了空军基地，战争还激活了所有国家的核武器。现在是一切就绪，只欠东风，只需亚当摇旗，恶魔与天使之间的战役才可以打响。What the heck? Did you really just say what the heck? 此时拉斐尔带着维尔赶到了空军基地，但看守死活不让他们进去。由于之前的经历，维尔膨胀的不行，一个劲儿的问对方有没有看到他的大手。克劳利的赶到才让他暂时消停，随后大门竟自己打开。这次维尔真的相信是自己让奇迹发生的，其实是亚当带小伙伴赶来的原因。他能感觉到4骑士的气息，直接呼喊：世界末日前的17分钟，各方势力终于在这里会面。拉斐尔附身的神婆突然出手，却打偏了，差点被枪杀的撒旦之子却没有愤怒，他反倒用真言之力替拉斐尔重塑了肉身。此刻的撒旦之子已经打消了毁灭的想法。面对地狱天启4骑士，他鼓励小伙伴说：魔鬼都是人心的恐惧，并不是真实的。小女孩听懂了他的话，率先站了出来，勇敢面对4骑士之一的战争。I believe in peace, bitch. I believe in a clean world. And I believe in food and a healthy lunch. Didn't that used to be your sword? I do believe it was. 3骑士接连败下阵来。由于死亡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他的职责是收割生命，而不是阻止或干预每一个死亡事件，所以他张开黑夜的双翼消失了。牛顿也运用自己的倒霉体质，成功阻止了核武器的发生。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人类贪念恶念滋生，天启4骑士将再次孕育而出。很显然，天堂与地狱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加百列和地狱大军同时现身，他们尝试和撒旦之子交涉，劝说他毁灭人间。见劝说无效，他们决定向他的父亲撒旦告状。之后，克劳利突然感觉到泰山压顶，这就是撒旦的震怒，也预示着黑暗即将要降临。但拉斐尔并没有放弃。Come up with something, or I'll never talk to you again.
对于克劳利来说，拉斐尔不理他远胜过一切威胁。于是他将两人拉入时间暂停的空间，希望亚当能想出对付他老爹的办法。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会陪在亚当的身边。当他们回到地面，大地开始剧烈震动，赤红的魔爪破土而出，伴随无尽之火，地狱的主人撒旦终于现身。他怒斥逆子，让他滚过来。面对巨大的魔鬼，亚当毫不畏惧。撒旦没有陪伴过他成长，也没有给过他父爱，根本就算不上他的父亲。言出法随的能力再次生效，连撒旦都无法抵御，化成了黑烟。你还别说，亚当果真是个恶魔，他是个专门坑爹的恶魔。一切结束，世界依旧平静。拉斐尔的书店恢复了原样，克劳利烧毁的爱车也完好如初。可天堂与地狱万众期待的仗没打成，总得要有人背这口锅。而拉斐尔与克劳利就是最佳的人选。为了惩罚他们，天堂和地狱居然合作。地狱用天堂的神圣之水给克劳利沐浴，天堂则借来地狱之火焚烧拉斐尔。万万没想到，明明都是彼此要命的东西，两边不但没事，反而享受的要命。Do us a quick miracle, will you? I need a bathtub. 不久后，克劳利和拉斐尔回到了人间。原来是预言笔记的最后一页提醒了他们，两个人互换了身份，火烧不死恶魔，圣水容不了天使。随后，他们脱离公司，结束了打工生活，开启甜蜜的退休假期。